那么我现在请这个我们的赖博士啊哈，你哈对这个东西的看法，你的一个看法，你提出来，你的说我写的已经都有哈，我也给你的，也给你的哈。温明正文校他是雅师专的学长。60级的，过两个呢，第一次见面的新北市乌来区酋长文化娱乐有限公司总裁傅龙岩的前辈，个简自演的董事会啊，这建山郡中厂的个厂长个丽华。是我心目中的女神呐，个阿美是最佳的啦。这个变老高的故事我是希望我将来有机会帮你口述历史啊，这一段要记来。紧闭的重点我们这个课以用字争议已经讨论了很久了，只有3句话。第一个，我们宋教授最伟大的3种发现，第一个，客语本来就是汉语8大语系之一，闽语、吴语、闽南语、川语，什么，它只是之一，所以它有70%的用字啊是汉字。但是客家因为从中原的河南迁到山东，迁到福建，迁到广东，迁到台湾，它跟侗族、泰族、瑶族来了台湾，又跟泰雅族，像我有一个泰雅族的名字还用不啦、狗毛切推啦，这些词啊，你就找不到汉字嘛，什么啊？你用汉字去丢来丢去啊？客家话讲的比较粗，很多祖国大叫令呐，那根本不合嘛。所以宋教授就发明了，就用日本明治维新加日本的发音为主，但是字要用汉字。所以日本明治维新是1868年嘛，他就发明了叫做破音词法。就讲笔啦，你就写钱嘛，你这样带去。注用给你注音符号笔啦，原来客家话跟原住民学习到的钱用笔啦，你就不要用必胜的必，阅历的历，人家一看到必历的还骂嘎。笔啦是泰雅族的钱对笔啦，还有北岛，小时候北岛诅咒嘛，你就不要写巴豆，人家看到巴豆是什么？原来你就写诅咒，但是北岛安尼唔做好啊。跟你无干无杀，你就写无所适从，但是无干无杀，这样不就解决了吗？你既然有注音符号好用，你为什么还一查某？没有的没葛跟你葛藤的葛善忙的善，人家看到无葛无杀是什么意思啊？你只要写。无所适从，我们即使闽南籍的，一看到说无所适从，原来客家话无所适从，人家某干某善，所以最伟大的成就，所以我们现在很邀请，毕竟我们用个人的名义发文给教育部跟那个客委会，那叫民间请愿，它叫做入案存参，不会烦啦，所以我们现在找到了。温明正文校，他毕竟又是东门国小退休的校长，又是台湾的资讯之父，又是两岸他当过公馆台湾学校的校长他两岸是走路的话可以走那个贵宾外交通关的所以我们有这个协会当平台，我们可能在今年甲辰龙年我们就用正式的。名义，因为现在立法院又重新改组了嘛，找到支持我们的，我们就把这个客语用字争议的个噪音跟解决最简单，我们已经发展出客语用字8个规则了。因为教育部在民国97年有公布叫做《客语用字汉字推荐
原则，法律用语不能用推荐。你国家用推荐，人民不会 fan 啊，你绝对不能用推荐。推荐我可以不用啊。而且法律用词不能用那个原则，法律用语按照那个中央标准法第8条，法律用语，行政院提，立法院3读通过，总统公布了叫做法。民法、宪法、刑事诉讼法、农事法、组织法，那个叫法。第二个，军方的叫做律，暂时治罪律，过来叫做条例。好，过来一个叫什么？是吧？那是行政，那个是立法院3读通过的，那这4个名称。那行政院里面有14个部，9个会，那叫部会。部会自己公布的那叫行政命令，行政命令只有8个词可以用哦，规程、规则、纲要，什么？你用原则哦，第一个在法律上是不符合法律用语，第二个你用推荐这个词是民间没有人可以鸟你的，所以我们后来就讲到说用课语书写用字。8规则就是有法律的位阶，好，那我们希望这一届的立法员他们刚上任嘛，起码要一阵子让他们去国家的民生法案那个，立法院有一个很残忍的哦，现在正在要改，隔届不续审任何的法案，所以有一个矿业法有没有听说拖了17年了？隔届不续审哦，这个是。我们现在也在讨，照道理说，你提的这法案，这一届4年，很可惜没有通过，已经2读了，有没有？提案的立法委员跟联署，立法委员是这样啊，一个新的法案提啊，是要有20个人联署，万一那20个人有1半还连任的话，照道理这个法案就直接，因为提案的人还在啊。我提案的人，所以我们最近在提说，隔届不续审法案，这要废掉，要改成说，假如当初提案的立法委员那20个人，假如有一半的人还当选立法委员的话，这个法案叫做有效，叫做续审。听说有一个矿业法4届的呢，1届4年，16年还躺在那边，每次。要3读的时候又选举了，下一届又说重新提案，程序委员排案，交给那个委员讨论，然后叫做送到大会，那叫1读，1读通过之后叫2读，2读再3读。听说那个叫做矿业法，好像4届4是16，还没有过，因为每一届都快要审的时候又改选了，所以我们现在也正在叫做宪政改革了。准备提这个问题，这样台湾的法案呢才不会说积太多了，没有处理啊。好，所以大概我们今天把可以用字那个争议的噪音跟解决之道因为我们已经讨论了很久啊。我的个性是王阳明的信徒啦，知行合一啊。你明明知道问题出在这边，非嫡传的客家话有30%左右不是用跟的汉字亲不多，那你某一勉强去请不要啊，你就用破音词法过来，你就提出一个课语书写用字8规则，经过立法委员，立法院113个委员，他们分6组，内政、国防外交、财政。教育文化、卫福环保，还有一个，它分6个组，113除以6了，每一组差不多有19个左右，17、18。我们只要找到教育文化的委员跟他讲，他只要排到立法院，我们希望这一期啊就让他通过。而杨长正那一期根本排到立法院没有列入优先法案，因为我在议会当过。是。各局处都会，新北市有29个局处都会提那个法案，你一定要想办法跟议会的程序召集委员跟他商量，拜托了，排前面一点，否则叫做入案存参。好，
他用了我们这个属于文化的部分去供，对吧？接着还是要请江科长啊，把这个文财变成那个钱财了哈。这就借用郭台铭的一句话：高科技、低科技，赚钱才是科技。他郭台铭他的名言啊 ，High Tech、Low Tech，Make money is tech。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议题就大概我一个这样就好了。好，那我们的掌门人有没有要补充的？我想就是讲到这里了啊。那么以后呢，这个后续的就是请这个我们的温校长还那个我们回去在LINE里面给他结合好的最好的提出去，最起码我们呢要了解这个，才能够跟立法委员沟通。还有我得请教呢，我以前办过，不是公听会这么麻烦，就是立法委员就把他们呢教育部呢召集在立法院，你这个给我讲什么道理？那个立法院呢，那个教育部就不能够不听。没有到立法院那是最好了，能够这样的变成法条了这个呢也能够办得通。那这样的看，我们就走着看了。好，我跟各位补充了，按照政府的行政程序法，一定要走公听会。那公听会只是一个程序，因为你会用这个课语书写用字八规则嘛，3所客家学院的教授，尤其语言学教授。6所客家研究所的教授，勾跟呢14所呢客家研究中心，你一定要发文让他知道。你要不要来是一回事，讲难听我就是要通过了，我利贝安娜。但是这个公听会一定要办，这个叫法律上叫做程序，程序不背实体不论。我们也知道他开会的时候一定有的赞成，有的反对，讲难听一点我就是要通过。开公听会只是按落实行政程序法，重要的法案牵涉到人民的权利义务还是用字的话，文化部，我们台湾最糟糕的是国家语言法是文化部主政哦，语言教育是教育部哦，课委会要推这个的话，文化部只要不鸟你，教育部只要不鸟你，你课委会只叫。因为我以前当过校长啊，科委会发的公文啊，每一个处室都是推来推去。教育部发的公文跟教育局发的公文啊，谁都不敢，因为那我们的叫做主管机关，是我们的老大就对了。科委会发文给各学校，学校都是什么纯参，因为你不是我的长官。考卷你也没有打我的啊，对不对？我考校长也不用到科委会去考啊，你科委会发文给我鸟你哦。好，所以你要知道这个行政机关，一个就是主管机关是谁是老大了。第二个程序要怎样？所以为什么我很高兴温校长他接这个林义华立法委员，他现在转那个副市长嘛。你们要成立什么？你一定要成立一个协会。或一个学会，甚至最差叫做工会，你没有一个社团组织的话，你个人发文那个叫请愿。那冯校长要不要讲2句话，他才做一个结论？那你可以先叫他讲。现在是讲，你先讲。好，我觉得，因为彭校长第一次参加这个有关客家的主题啊，刚好您就是台北市客家文教发展协会的一个理事长哦。当然，在立法的过程里面，我们经过几年在宋老师的一个领导之下，去进入这种程序了哈。当然那个程序之中有很多关键的因素哈。但是我们虽然是民间，像这发展学院是社团法人嘛哈，这一个身份的话，当然在这个身份之下，能够自立的点是在哪里？能够跟我们补充一下吗？用什么方式？可以请科委会出面，那教育部主管这一块的那些人这次来以后，我们透过立法委员，也来请林义华委员给他做副市长员，我俩出讲这一届的立法委员大概有7、8位
都是我们客家立法委员要启动原来的委员会，启动委员会，委员会重新开会，来找到正确的那一个，我们用字都有嘛，东西都有了，有很用了，很高兴哈。现在经过2位校长这样子的一个到后端，前端是我们宋老师8大规则里面都已经这样子用尽全力去沟通去说服很多客家方面的各路的一个英雄好汉现在已经达成共识，真的往后半部来走因为这部其实也是最难的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在想，因为我个人也在行政30几年来，我很认同那个刚才赖局长他讲的那一种奥妙啦。其实政策跟政治要挂上关系的时候，推行就容易了因为我随便举个例子做一个结案，就是我在改良场在推学生吃营养午餐吃有机的这一块就在桃园市，他那时候桃园县的时候那时候也请那个参事进入那个市政府的那一个核心找到市长、县长把这个重要的理念告诉他，他真的我把理念传给他42天就得来好消息，经过那个县长的同意，下个学期就开始全县吃有机蔬菜。你看，就一个民间的政策结合到那个核心的人物，传达到成风下决策就可执行。所以找对人就能做对事。所以今天我想宋老师安排的这个议程很好了真的很好我们今天试着用倒着来，您写顺序是把总裁放在最后面，我特地把它拉到前面来。这个就是用产业需求来探讨我们菇类发展的方向，这样子的一个动线可能更会能够了解到我们整个菇类发展的方向比较正确。在需求中，我们行销嘛，行销就是一个满足消费者需要跟想要的一个商业的一个行为嘛所以在这一个定义之下，我想今天首要发表应该就是我们的副农副总裁他现在做的那风风火火的对于产业上，他对农业甚至对菇类这一番的想法跟期待，我们欢迎一下副总裁好不好？那个，因为我在乌来呢，我是从事这个观光的事业嘛那么多年来，我们从事观光事业呢。我一直感觉一个地区的环境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关键嘛像我们进来到这个南庄，这一路上看到这么多的樱花什么，感觉那个花园很舒服，很好。那么我们常常有一些客人来了，我们都会希望带他来走走那乌来这边也是一样了我们也是希望把它开发成，你像碧落脚这种。花园呢，这个地区也不大，可是就是装置的，就是非常的让人这个感觉非常的舒服舒适所以一次来了又想来，一次来了又想来不断的会想来嘛那么再加上这个温老呢也是那么热情的接待我们而我听说那个乌来有一个渡间很好了对，很美了，对。那我看着，这个是还不错是不是能够大力的来推广一下那当然这个也需要江科长这个专业的来指导才有办法，你晓得吗后来这个原住民在种植这个香菇技术上可能还没有那么纯熟嘛还没那么好，所以收成呢会比较差一点的我们也希望进一步的简老板这边的这个发挥它的功能如果乌来这边的业者能够来跟他配合
来多多发展这个香菇哈，带给他们一些这个效益，也会增加啦。真的特色，我觉得很好。这个花卉的部分哦，我们真的带回去再看，再怎么样从，区的乌来区的那个区公所哈，到原民会，怎么样把这个特殊的一个原生种哦，发挥成每一个。到处只要一进屋来，就变成指标的一种观念哈，大家就为了杜鹃去乌来。像我们台湾最成功的是那个登山赏杜鹃，就是高山杜鹃。是。像那个去合欢山。对，高山杜鹃。外国人也要去看。那媒体阿里山也有。但是没几天，它没有乌来杜鹃那么久。是。高山杜鹃。花期很短。是第二点就讲到您很欣赏这边这个虽然只有9公顷有没有？可是你一从那一个山湾一进来，沿路的那一种美景，对不对？就让你心旷神怡啊！哦，就觉得来到这里，觉得是真的是不花你请假哈，来到这里参加这种盛会了哈，这样子心情都非常。所以我们到乌来也是啊，经过那9万18块，有没有？好不容易进去宝地，对不对？但迎目而来的就是那一种你想的看到的经验，对不对哈？是那一种感觉，所以要去营造。这个是原生杜鹃当指标，但是看到杜鹃，我看了很多那个 YouTube 里面哦，哇，那各地在满根满谷不同品种的那一种目不暇给的，哇，那种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杜鹃，有的都没有叶子，整株全部是花的，哇，那你看起来就非常的心满意足哈，那种感觉。所以一个，你刚才一提哦，其实你提到重点了哈，从原生种开始啊，杜鹃就是我乌来的才有，对，这样子，我觉得往这个方向走啊。第二个落实是由下而上，我觉得对，可能有你一个度假村。再大一点社区，再大一点，慢慢的哈，这样就那个重要的据点，那个路边哦，那一个空地哦，那个可以做 logo 的地方，就是由杜鹃做的 logo。我像这样子的话就很容易。然后第二句话，宋老师讲的，赏杜鹃，吃香菇。刚刚那个副主席提到说，像乌来的状况哈，一般而言就是说。现在椴木香菇遇到2个大的问题哈，第一个是缺料，原木取得不容易哈，第二个是缺工，好，就是现在椴木的栽培哈，目前能机械化的部分还很少，所以这2个缺料跟缺工的大问题是目前椴木遇到的问题其他气候的问题、菌种弱化的问题，跟太空包遇到的问题是地位是平等的啦。那刚刚有针对乌来，如果想要发展一个特色产业，椴木香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第一个是说在山区种出来的香菇，本身它的那个品质就会比较好。那乌来现在种不起来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原住民他的现在目前椴木香菇的主力都是客家人，因为客家人的那个比较勤奋啊，管理上都做得比较好，比较正确。然后原住民因为他们的一些条件。可能在山区一些硬体条件不是很好，所以他们在照顾上就没有那么容易啦。就是说，他就是放在山上，然后给他们去等于说是粗放的方式去粗放的方式去经营了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有点看天吃饭，然后再加上这2个问题会比较不容易。那如果要发展特色的话，第一个就是说现在香菇。中南部的太空包都是规模化生产，所以要发展特色，可能可以从品质上着手啦。就是可能是，乌来是不是有比较特别的树种出来的菇？那个特别像味道。因为现在大家都吃门道啦，
吃一个门道，哎，我必须知道这个香菇后面的栽培过程，哦，什么树种出来的菇的品质，哎，这菇他可能知道说，哎，这个是青冈栎种出来的，哎这个吃起来味道不一样，枫香种出来的菇不一样。好，那我们必须教育消费者到一个层次，说，哎，这个菇不港就是不一样，嘿嘿嘿。好，然后再接下来针对宋老师给的那个，就是我们去年有做一些新式的太空包的种植哈，然后我们从那个于先生从2020年开始就开始做那个把那个打洞的木屑去挤压成包的，大概做了3年的实验了哈，然后我这边大概去年有做了一个就是拿那个直接拿木屑来走菌，好，不经过灭菌，这个在工法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然后我接下来还要做一个去年有做一个没有加辅料，就是米糠一些葡萄糖都没有加，就单纯用比较纯的木屑去做的那个实验呐哈。然后也在于先生 B6角这边有做出一些成果了哈，哎，那我们可以等下请于先生帮我们补充一下。讲一轮，等一下针对大家的需求来讨论哈。然后我们现在做到目前是说，大概如果要不走菌不灭菌的那个工法的话哈，那个天时地利人和都要很配合啦。第一个它那个木头要很干净、很新鲜。然后我们加上我们的菌种，那个要很强，然后配合的温度不能太高。它里面那个木屑里面的杂菌，它的长的时间，就是我们的菌种够强势，把那个杂菌把它抑制下来，好，这个成功率才会提高。哎，好，我插你一句话哈，是，这就是重点的重点。对，因为你要做多少年都失败的。就是因为那个木屑，你转的把它一发热，就正好那个我们的trichoderma哈，那个利霉菌啊哈，那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它一生长，你怎么做都做不出来，啊，所以说不能够给它发热。那要怎么做呢？将来就要你们那个厂里面呢，就有那个机械呢，或者进口或者什么，你想办法，就是说型不要太大。就是你木材拿来哈，就是马上就这个打那个木屑，那个木屑不是要打得很细，不需要，就是很粗的都可以。拿来了以后，马上就加你那个菌种，那个菌种一个48小时发现，那个都有学理的。那弄起来最强的是就把一切杂菌压掉，然后你就会成功。假如你不按照这样来做，就是。这个让他在那里去打了以后，让他发热了，这样的可能你绝对不会做成功啊。所以这一点呢，你要将来去配合啊，再配合你的菌种，配合你那个地方，将来就是说种木材很好，只有他有办法啊，只有你有办法。再种80斤、100斤，你就怎么去弄？现在年轻人都在冰端，那是没有办法做的啊。所以啊，这个样子呢，哈。这将来你的菌种业也会受这个没有人，好像羊菇，你现在照以前那个方式没有人做，年轻人不做这个东西啊。那么现在郑一峰等一下会来，那个羊菇根本就不要人去做啊。所以说现在要走这个，你的菌种才有希望，香菇业才有希望。做起来以后做那个用木屑做的，要跟香菇木材的要一样。才有希望啊！所以你如果加了以前太空包是我发明的，因为加了很多的那个米糠这样的，是很嫩的话，这不是香菇的好材料，所以呢这一点呢要修正。现在我们就修正这个东西呢，将来你要怎么做，你们怎么做，将来要配合的。还有一个最重要，你刚才讲的木材不够这个木材，你刚才讲的木材不够，将来那国土规划
在新北市好像有开始做，桃园有没有做？好像也有开始吧。桃园现在是张先生那边哈，这个我们的复兴乡里面开始有声音进去了哈。对，百大金融，这个要赶快推展，就是说你把这个国土规划都有的话，将来就有法源，那个东西一定要配合产业跟法令，一定要配合，这个就是要拜托你了哈。谢谢。那这个东西弄起来才会有成功。好了，你继续讲下去。OK， 所以我们之前做实验哈，大概有成功1包，那一包是非常偶然的机会，这样子哈，木屑新鲜，加上种种条件配合，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它当然因为比例低啦，所以就是有一些技术上的那个难易度啦哈。那它大概目前有几个问题点啦哈，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在重新填种的时候没有办法补水，没有办法补水，因为那个怕它污染嘛哈，所以水分比较不容易控制啊哈。第二个是说，目前试出来比例大概原种要加很多啦，就是比我们要加到1/4到35%，成功率比较高。什么东西加上那个原种跟栽培基的比例？栽培基啊。将来我告诉你，教授，那个卷种根本就不用这样做。将来你说现在不要紧，对，你放再多都不要紧，将来这个通通会改掉，整个都是改了。对将来菌种和业的另外一种方法，是你可以做，照样的你的菌种业是由你来用那一体的菌种，要48小时，这种是已经很成熟的技术你现在要你做这个，那个刚刚买那个好几百万。然后就100万、200万，你要投资，不知道是行不行？我不叫你做这个，如果你要做那个以后下一次要做，我去农事所那个有现成的，对，那你做一点，那做了你再去买，那个要稳扎稳打去投资，好不好？将来这些技术你不要考虑说。这个现在加这么多，这个人家受不了，不是受不了，是你那个东西要给他成功做了有信心，下面要怎么改，我们要另外想办法给你去改那么你成本不会很多，生产的人也成本不会很多，那要很快那个成熟的技术但是现在。还没有做到那个地方，你不要用，因为用的话你要投资很多钱，将来用不用你做不做不知道你比如说你现在太空包你要好好的做，170万你下去了下去了以后呢能不能做不知道，那不做呢你170万报销了，那个不是办法。那么现在既然买了。就好好的配合那么那个我们副总那边的你那边将来也要配合将来这边也配合这样的行政方面也配合，那么才把你那个东西那个170万的就发挥淋漓尽致的那个作用，好不好继续对，好，所以我们就是这个题目就是要再找更强势的接种方法，就是可以取代就是那个不灭菌的部分啦那回到我们现在那个比较现况的那个太空包我们会发展太空包也是于先生跟那个四个年轻人来这边实作啦，这个是让我们要下定决心做太空包的原因啦。他这个四个年轻人有资金。有年轻有活力，又有技术于先生跟小鱼这边无限都教他，资金也没问题，场地也没问题，技术也没问题，但是为什么不继续做这个就是我们当业者要思考的方式啦。他们有没有赚到钱？有赚到，有赚到钱也不愿意赚。这2个原因：第一，太辛苦；第二，他们检讨到说他们没有市场。你这个东西，如果你直销的话，你稳赚钱；如果你给中盘的话，赚不到钱。他为什么不用那个透过网络呢？网络讲是简单，那个授学也没有那么容易。因为这网络平台，他们网络平台也是有，
也是行销有限，因为现在我们要知道，现在的社会形态已经在改变了，家庭已经不再煮来吃了。对，这个是一个大原因。我们过去的香菇那个礼盒都是一盒1斤为1盒1包，送礼都是1斤1斤的送。现在就改了半斤，半斤再改到4两。哎呦，越送越少，人情淡薄嘛。赚的钱叫做什么？急功近利。我只看眼前，我不会看长久。所以说我们随机应变，就是说。所以那4个年轻人有回本，有赚到。有赚的有。 4个人。 轮流200吨的木材，结果买不到木材，只种到50吨而已哦，就赚到钱，把他们搞得惨到这样子哦。50吨他们就赚到钱，50吨就赚到钱啊！如果太辛苦了，4个那个如果200吨种有达到的话赚翻了，可能1个人要赚100万1年。如果洋菇照着以前那个方法这样的做就是用手工的这样的做，没有人会做啊。这年轻人你这么辛苦呢，他不做了。现在就宁可不要赚这个钱。那么现在呢，这个像一正一风，他做得很快乐啊。那个翻稻草那么机械去翻啊，那个后发酵根本就没有那个发酵以前要翻对，根本现在就放在那个一个房子里面，就是用电器吹风什么。 就是解决了，这很简单现在所以这个样子他也做得很快乐不但做得很快乐，很赚钱。对，主要是赚钱非常赚钱。你看呢，以前我们1公斤10几块、20块，现在是270块那么以前呢，这个一瓶这个20公斤，现在40公斤到50公斤。以前呢，1年只种1次，现在1年一个地方可以种10次，那么这样的一个利润，这样的话，他很可以做，所以他爸爸很有信心。现在只有3栋不可能，要有6栋、9栋，叫9栋，看到哇，那个很好，18栋都盖下去了。那现在还要再多郑一峰，我要生活，我不要了。 不，我觉得第3个生产是往那个方向，第3个是行销行销就是生产跟我们的消费者2个结合去做的那种概念，如何在鲜品上直接到消费场所，然后再分级，然后在加工料理上着力变成特色，这样子刚才就不会讲到说，因为。 那个种的东西失衡你销不出来，产生损失这样子在能控制量又能控制品质大小，又符合餐厅业者他需求的规格。我们再精，有部分产品再精不一定要再多提供特色。 有那个机械化、有智慧化的机器进来，防控。我摇摆你敢知？我做人会做当这种的呢。拿一个这个东西，叫它喷水，它就喷水；叫它开天窗就开天窗，叫它开就开，叫它关就关。做 demo 呢，做摇摆。少年呢做这种提摩机呢，做这种 feel 呢，你知不？这么少年做山叶、做暑假除了探级，他要做尊严，他觉得。 我今天用这个手机可以操控我的事业。我虽然不是打电动，我在 make money 呢，make a big money 呢，你知不？迄种感觉就是今嘛辅导青农要给他的一种感觉呢，你知道吗？我想今天就是因为时间到了不要待会要谈，等一下再谈，吃饭再谈今天就暂时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我们宋老师的策划谢谢，感谢。